如果你發現到自己行路趷下側埋咗一邊，隻腳拍埋嘅時候，有長短嘅問題出現啦，甚至乎發現自己站立嘅時候呢，隻腳向外傾側一邊，唔能夠自然咁企直，好有機會已經出現咗骨頭有問題啦。我哋有專業嘅矯正服務，有 before after 俾你睇，同時間我哋有專業嘅儀器可以幫你檢查返你腳部嘅正確嘅位置是否對稱。同時間我哋新增咗鞋墊訂製服務，可以為你訂做一個足部承托嘅鞋墊，係獨一無二嘅。另外我哋會提供一啲正確嘅數據同埋 report， 可以俾你參考。你嘅足部有咩問題發生咗？訂製鞋墊需時大概2個星期。咁就會攞到你個 original 嘅鞋墊，只有你自己啱着嘅啫。咁我哋可以睇下一般嘅鞋墊同埋訂製鞋墊嘅厚度有啲咩唔同。係啦，你會明顯見到個厚度會比較厚，同埋比較承托嘅。如果你有興趣，不妨同我哋同事聯絡，同你做個度身定做嘅鞋墊啦。